就係同兒童文藝協會賣下廣告。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呢，今年已經43週年啦，係啦。咁咧莫鳳儀校長曾經係我哋會長啦，宋怡瑞老師曾經係我哋會長啦，周密密咧你做我哋副會長嘅，咁有幾個資深會員喺度。咁咧呢個會咧係同香港人一齊成長，所以係屬於大家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了解多啲我哋會咧，咁我哋現場有啲會訊啦，大家可以了解啦。咁我哋就係咧繼續咧會辦多啲呢一類型嘅講座嘅，下一次可能。總之同文藝有關嘅，以文學培育幸福兒童，以音樂培育幸福兒童，以舞蹈培育幸福兒童，所有藝術文學元素嘅都可以培育幸福兒童嘅。咁我要講嘅係咁多。